Hello， 大家好，我 Chase。最近也是暴风雨之前的平静了。NS2代的这个4月2号 ND 之前呢，没有什么新的情报。然后这次视频呢，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我想跟大家分析或者说是反驳一下吧，就是关于 NS2代和任天堂相关的5大错误的、不准确的一些信息，然后分享给大家。首先第一点就是说，有网友说到这次任天堂的 NS2代可能会有第一方游戏的一个跨平台的一个推出。比如说这个马车星座是 NS 和 NS2 的跨平台游戏，这个说法就是显然是一个错误，因为呢，任天堂它的一个主机的商业模式和 PS 和 Xbox 是完全不一样的。任天堂的这个游戏主机它是盈利的，不像其他主机说是亏损或者说利润非常低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任天堂它的这个新时代主机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说要让新主机要卖得多，要转换到新主机的时代，然后同时呢也要推动自己新主机和整一个第三方游戏的一个环境。所以说任天堂它肯定是会先锋的推出独占的 NS2 游戏，带动这个 NS2 销量，这个是它最核心的一个目标。所以说网上的那些说什么会任天堂第一方第二方跨平台的说法，就是完全不理解任天堂的这个主机模式，是一个错误的说法。第二点就是说，有网友提到呢，这次 NS2 它的这个主机性能不够强大不是跨代的一个升级，类似 NS Pro。 那这种说法又是显然的一个错误，就是说是完全不懂芯片和就是硬件相关的内容了。先不说这次的这个 CPU 包括这个 GPU 从核心数量上就有一个巨大的升级，然后它这个架构层面也跨了大概4-5代的一个升级，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提升。不光是 CPU、GPU， 这次它的这个内存的一个升级，12G 的一个容量，包括是内存带宽的巨大提升，还有包括它一个内部组存的一个速度提升，就是可以让 NS 以前的这种 loading 读取时间和卡顿的问题得到非常巨大的缓解。所以说这次的芯片根据之前就泄露出来的这个 T239 的说法的话，是一个跨代级别的一个提升，不是说什么 NS Pro 的一个说法。所以说这个也是第二点非常明显错误了。第三点就是很多任天堂的一些网友经常会提到，这次的这个 NS2 会用到 DLSS 一个画面的提升，拿来就用这样。包括还有一些就是说到任天堂的这个什么技术力不行没法做这种类似 DLSS 的这种 AI 的放大算法模型的一些说法，这点就是显然的是不正确的一个内容。首先 NVIDIA 这个 DLSS 并不是一个免费的东西，不是任天堂拿了马上就用的这个事情。然后呢，任天堂要用这个 DLSS 必然是在比如说芯片采购价或者说单独的另外付费去追加的这么一个内容。然后还有其实是任天堂有好几次的一个专利都说到了这个 AI 相关的画面放大算法的一个内容。有一个早期的专利就已经讲到了这个，然后最近的这个专利的细节又具体讲到了一个内容，就是说任天堂可能会有专门的一个轻量的模型，专门针对掌机轻量的一个 DLS 的放大模型来匹配这个任天堂的这个 NS2 的硬件，包括还有可能实时切换它这个模型来让这个性能得到一个合理的一个释放。然后呢，它这个专利其实也可以理解到，就是说任天堂它的这个游戏，比如说卡通风格的它这个边缘的这种东西，那任天堂很有可能会专门训练一个轻量的专门针对任天堂这种画面风格的这种模型，这一点是它这个专利里面可以联想到的一个内容。所以说它之前面我说到的第三点，这个 DLS 相关的一些网友说法都是不正确的，这是第三点。然后第四点就是说，有一些网友包括一些对方阵营的一些高层都说到任天堂这次的 NS2 这个 gimmick 机制创意不够惊喜，感觉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升级。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又是属于不能说是错吧，应该说是一个猴急的一个说法。首先先不说这次 NS2 它这个手柄的这个鼠标功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一个事情了，然后它这个任天堂的一般来说，它要展示它的 gimmick 创意都是通过软件硬件的一个综合结合来展示的。它的后面的4月2号 ND 必然会有这个结合软硬件共同发挥的一个游戏来首发，来展示它这个创意的部分。我觉得现在下结论太早了。而且我觉得任天堂 NS2 这次的就是新主机，包括它那个上下的双 USB Type-C 是有很多的想象空间的。所以说我是怀疑4月2号会有一个隐藏的大的就是 gimmick 的机制新功能会介绍给我们，我觉得这点我也是非常有信心的。
这个是第4点。然后第5点就是有很多一些网友啊，包括一些NS 时代才关注任天堂的一些网络分析师自媒体，经常会说的一个就是说任天堂是和 PS 啊和 Xbox 不一样，和 PC 不一样，是属于自己的一个赛道。然后这种说法，其实这种说法也是怎么说呢？你不是说它是错的，而是这个说法是一种过时的一个结论。其实这种什么任天堂自己的一个赛道这种说法呢，是基于 PS3 和 Xbox 360时代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当时 Xbox 360啊 PS3 我们是什么 3A 游戏，你们任天堂是什么子供像啊，小孩玩的这种东西。但是显然进入了智能手机时代，所谓的什么红蓝海都不一样了，包括氪金游戏啊、智能手机 PC 啊，任天堂特别是任天堂 NS 时代以后，支持任天堂 NS 成功的很大的都是一些买断性的游戏玩家，并不是一个什么赛道啊，是那种古老的那种分类方式了。因为这个玩家的群体在智能手机时代以后，竟有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转变。所有的这种娱乐产品，它都是有一个时间竞争的。而任天堂 NS 游戏的基本盘，任天堂的一个粉丝的玩家、游戏性玩家，包括这个买断制玩家和核心玩家共同组成的一个群体。然后呢，包括这次 NS 2代。有非常多的分析到，这是它的这个3A 游戏，包括任天堂的一些游戏，都会集中在 NS 2上进行一个爆发。所以说，它的一个自己赛道的这种一个说法呢，也是逐渐被瓦解了。好的，以上5个点呢 ，NS 2 4月2号 ND 之前呢，我整理出来的就是网络上关于 NS 2和任天堂相关的5个不太正确的一个内容啊，是分享给大家。希望呢，我这个视频能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些任天堂相关的一些内容和情报了。我也是非常期待，就是4月2号的 Direct 会带给我们什么惊喜了。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